网红波特王出面来压料，讲剑道的选手苏玉婷，伊是有台湾护照，但是煞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剑道锦标赛。陆委会讲，查证若事实，会取消伊中华民国的国籍。 剑道场顶一来一往，出赛选手之一，资料顶有中国的吴青琪，伊是剑道选手苏玉婷，其实来自台湾。我是苏玉成，来自台湾台北，我也是第19届世界剑道锦标赛中国大陆的代表选手。伫镜头前，真大方正傲讲，苏玉婷用吴青琪出赛，互人质疑有双重国籍，已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。而他现在在做的事啊，在我看来就是标准的中共对台统战样板，已经彻底被吸收了。这个人还拥有中华民国国籍，随时都还能回来台湾享用台湾的健保、社会福利，能在台湾投票等等。而这样的人却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国参赛，这真的很夸张啊！照理讲，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性的比赛，就要核对是不是有中国籍。那苏玉婷敢真正是用中国籍来出赛，陆委会就要彻查。我们会怀疑他已经拿到了大陆的国籍，是不准同时拥有台湾这边跟大陆那边的户籍的。如果确定他有对岸的国籍的话，那我们就会取消他台湾的国籍。苏玉婷今年33岁，为学生时代就真爱剑道，伫咧福建厦门有开剑道馆，嘛做教练，同时嘛经营加边厅，到中国的时间已经超过10年。即届用中国队的身份来参加世界锦标赛，敢有双重国籍，犯着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陆委会调查 ING， 若是事实，苏玉婷落尾就会取消中华民国国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